提到了客家话，用词典雅，化成文字更别有一番风味。一名客家子弟黄子尧，17岁开始，他就以笔名黄恒秋发表新诗。20多年前呢，率先投入了客语诗词的创作，出版了台湾第1本的客语诗集，这也让他获得了2011客家贡献奖文学类的肯定。感动时刻，今天我们要带您拜访客家诗人黄子尧。有點搞分的，我攞急講嚇，都話咩嚟喺我嚟講，佢多大人啊？生动解说客家文学，苗栗铜锣出生的客家子弟黄子尧，回到母校培育客语师资。能言善道的他，兼任客语广播主持人，本身还是位作家。今年更荣获2011客家贡献奖文学类的殊荣。黄子尧今年55岁，17岁以笔名黄恒秋发表新诗，出版多本创作诗集，其中一本《单干原声》更是台湾第1本客语诗集。作品里许多描写童年生活，尤其老家就与苗栗铜锣车站毗邻而居。铁路线的空间又称社会高米亚木的，一片高一片阴。一講話細妹煮茶，阿哥條燈年客食茶，細阿哥嘅較高貴，高到遠遠嘅白嘅樹下，細阿妹嘅窗口嘅越衝越泰山，撞唔到，喊起撞唔到。意思就是說，我們小時候呢，很多的玩伴啊，大家在這邊捉迷藏、撿石頭，在這邊做遊戲，真的也是不亦樂乎哈。這是我們自己一個成長的經驗。走进乡间小巷，探访故乡。虽然门牌斑驳，早已无人居住，不过一起长大的儿时玩伴，如同亲人般的感情还是没变。我们出生于这个地方，当然我们对自己的家乡家园来讲有份感情，也念念不忘哈。一辈子就说我是苗栗铜锣乡的。转个弯，没变的还有眼前100年历史的土地公庙，至今仍是村里的信仰中心。庇佑在外的游子，也庇佑着黄子尧的创作灵感。从小呢也是经常在这边玩吃玩耍也好，来这边来祭拜也好，经常在这边走动，叔叔伯伯哈，大家都一起看着我们自己长大。所以呢，在这边来讲也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。站在铜锣火车站，7岁就丧母的黄子尧，要借由客语怀念妈妈，要借由对铜锣的关心报答母爱。当客庄的风貌以最原始的姿态再现，当客语的氛围以最自然的方式传递，黄子尧可以大声说：“我是苗栗铜锣人。”母亲留下的话语是心中的瑰宝，是儿时的珍藏，不能断，不能忘。黄子尧单纯的初心，借由诗词集结成册，传递客语是神圣的使命，也是感动时刻。